呀，亚一帮的天时捏来捏嘞吼，鼓手啊，我就会味道也身材会好啊，味道会做比基尼去海滩有无？去晒太阳。鼓手我就同俺同事用哈式 tomato 来干皮，唔过啊，是按多的 tomato 冻那个呢。我弟啊，因为是 tomato 吼，不能因新菜酱以外吼，该因为做比基尼有晒日头下是皮肤的节吗？喂。嘿，我哋啊好教台下乡亲朋友吼，你学了好料理下去，你皮肤来讲，你养晒日头，有做要做比基尼，哇，很好好啊，冇？好，阿芳姐，阿球妹，教你做料理。阿芳姐，佮讲啊，我用的是 tomato。好，安尼啊，tomato 吼，用安尼果汁机吼，自己用下去吼，安提红色然后 tomato 用下去，来你来用，你已经用解下吼，爱到打开来啦，来，不是都做坏的心跳，哎，俺不优雅，要从来不靠上不用用啊。上不用咯，来用下去吼。按先讲用了 tomato 呢，因为 tomato 底部吼有红冻是该茄红素，茄红素对人身体就蛮好处的，从日头晒下去。有冇？啲茄红素老人日头来，该坏东西吸收下去。跟日头吼是冇晒到你的皮肤度，你的胶原蛋白是冇走出去。哦，嘿，保存的胶原蛋白啦，皮肤会变好。嘿啦，佢还有维他命 C 哦，皮肤咪长会这样，所以咱讲吼，所以 tomato 对什么因讲美白好处是多俩。韩国热量又低，错吗？好，除了 tomato 以外，因为跟讲个茄红素、贝塔胡萝卜素，一定有红东西，长不给吸收还好，但是油。油做得本茄红素吸收较好。嘿，你一定的油哈。嘿，油买油的油用橄榄油，不过安利啊哈，因为应该做比基尼嘛。做比基尼下去哈是个维他命 E 就会多。跟皮肤长得这样，它就会饱足感，一蹭过来看它，因为是强度，因为你是强度，tomato 唔会讲有没？还有人有没？嘿，会冇爽快，冇爽快，好，安利表对俩坚果，好，买这么走的，好，表下去。哇，看起来就懂好色。韩国呢要 tomato 老坚果，而打果汁。你有胶原蛋白吗？哎，你有微创好吗？好，皮肤好吗？哎，全部都哎。你去可能买东西。有肉嘿，不用浪费。哇，刚刚起来动好像我无按你说过诶。人家东西底白哈，有本嘢，该贝塔胡萝卜素有多，茄红素有多，又有好啊，又有维他命 E 哈，含有胶原蛋白、兴奋过度底白度，本你创又好。按到功好。嘿，好，按你做得来。阿舅妹，你阿边放去。ready。好，你开始打了哦。走在那哈，你看面落落哦。嘿呢，呀，坚果全部就老营养打落去耶。好嘞，打开来嘞，哈。有面吗？全部面。有酱吗？有个坚果的米线呢。嘿，好，给它给倒落来。哇，呀有香面呢。哎呦，你看汉酱哈。有冇爱你说过呢？tomato有肉乳，韩国有坚果。坚果你看哈，按风按探的风色，Q 嘞，感谢汉酱哈。又好吃，韩国又做得干皮，又做得对我皮肤都好。又做得做比基尼啦。好，阿芳姐，阿球妹，高饮食都健康，食到营养哦。